这个进入心法主要的困难，这个第一呢，就是进入心法就下半部从什么时间开始口印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一个问题下半部是吧？我们前面要修六印一个，下半部介绍时已经打开本来机器介绍了。所以我们也要给大家可以及时修这个下半部学习这个印。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。这个周8个字，就是都可以避免这个周印力量很大，将来往生什么地方都是越往生所以中指大指这是我们的下半部。叫随性陀罗尼，正是你的好，能够心想事成，随心所欲。假如你们能记一遍，这手身一入体，永远不坏，永远都是不坏，皆是公益。所以他是在我们前面这个六印一个修得好，大概本来修的下半部。现在我们就提前告诉大家。